亲爱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即摆来锻炼圣诗，圣诗第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这拢总有7节的歌词吼。第一节的歌词，请来请来，以马内利，哦，救赎以色列正经儿。好来，咱来先听琴弹一遍。来，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正经儿，耶稣在地上。伊相信，也通望神行降临，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拉主要来临。第二节，请来请来，亚瑟军营。头北和单手来百姓，因求离开地嘅面心，发出使用满无生灵，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拉主来临，请来请来，大地所喜，稳定的门为人打开，他的路为我开拓。断绝世事永远快乐，欢喜欢喜，以马内以色列拉主要来临，请来请来，清早黎明。得的快乐充满心灵，我所要看为温柔，一切事关系清楚，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拉主要来临，请来请来，全能主宰，早今你把出现神来，你要为主人的律例。眼光威严黑天的，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拉主要来临，请来请来，至高的会。完全败了无万类，我愿大力尽力我路，带阮行入的你真理，
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啦，主美来临。请来，请来，万国这邦，真理嘅联下你认同，就丢断魂多正破败，好世享受到天和平，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啦，主美来临。这首歌是第7世纪的时阵就开始，拉丁的这个教会都拢在唱。这拢大部分是伫大港这个时阵来唱。伫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第7章14节，伊讲，上帝要，互迄当阵犹太王百姓，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兆头，就是在泄女要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所以今仔早起咱要吟诗的时阵，伊就一开始要学落就唱这首诗。但这就是伊个嘛不遮悬，所以咱咧唱的时阵，咱看即个歌词，即个歌词真有意义，咱就好好来，哪唱的时阵哪来想。咱牧师讲道说，咱要回应诗，402首，这首诗应该是真熟，这是印尼的即个青年甲马来西亚青年真意爱唱的一首诗，伊的歌词敢若就是一个祈祷文咱做伙来读一遍。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找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咱做礼拜煞出去，咱受车欠，咱就是爱对找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所以咱回应诗的时阵来。来有充满信心甲愿望来唱这首诗，来。困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大脚步，假使我言行谦卑是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在路途中做光灯，对牵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愿望。练习到这。今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奉献袋仔伫椅仔后面，请兄弟踊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41首，圣诗41首，请起立。一马。
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天地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林内受苦，第四日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阿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互，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印文第4篇来引达上帝的话。启印文伫圣诗后面。启印文第4篇。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讲白贼的，你要灭因。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阿罗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伫人袂话，伫你万事拢话。亚神的，你予伊能力；软者的，你加添困难。愿知凡听候你的，要得到新的困难。你予阮亲像鹰鸟，展翅飞悬，伫你的道路也袂野，也袂跣。主啊，求你赦免阮无凡事交托。凡事仰望，所以阮常常活伫心内操烦、不安、埋怨甲挂虑中间，互阮的身体、心灵健康甲困眠、生活品质拢大大受到影响。阮规个性命甲生活拢受到外在的环境来限制。主啊，阮无保守单纯的信心，求你互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溃烂甲隐藏，求你赦免，求你救阮脱离罪恶、死亡甲魔鬼的权势，互阮进入你光明的国度，成做你的囝儿，活出得胜的生活。你要上帝，你要进入主耶稣受难纪念的节期，阮用上虔诚的心来反省阮的过失甲毋信。阮用上大的感谢来进入主你大恩典的拯救中间，互阮甲你同死、同埋葬、甲同国活。主啊，我要备办心来参加聚会礼拜，将阮的重担交托伫你的面前，由你的听来管我安稳。伫敬拜中，伫祈祷内面。伫听道理中间，求你互阮拢会得到把握。主啊，求你亲自带领上山教会，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充满你的听的教会，互阮会当彼此相听，嘛听惜阮的厝边，用你的听来吸引人来到你的教会，领受主你的恩典，成做你的学生。今日的敬拜，我们用心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毋望主你的智慧甲能力进入阮的会中，以及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感谢主，阮诚实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祈祷音讲。
满足要因为你得到福气。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感谢你，伫即个安息圣日，你互阮放下一切快填满阮的重担，来到你的圣殿，伫遮敬拜、学乐、服侍你。阮恳求你的神，教阮三个之地，互阮对你的话来得到你圣神的感动，互阮的感动成做行动，伫生活中来见证主你的恩典、主你的疼、主你的祝福。阮献上祈祷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今日是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我受派来到贵教会，直接带来台南新人院的请安。特别感谢咱过去一年久，为着咱这间新人院的老师的教学、学生的伫遐学习，以及所有学校的事工的运作，咱通过兄弟大家对这个新人院的带导，所以互新人院搁迈进伫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新的计划，互这学生、老师平平拢得到祝福。通过咱的奉献、咱的祈祷来支持这个咱的新人院的事工，所以我用这个机会，甲咱代表新人院，甲咱深深说多谢，多谢咱的关心奉献代祷，希望咱继续来支持、关心代祷这个咱的新人院。这是台湾上早设立的新人院，培养侪的牧师，遮的信徒的装备。今早起我用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来甲咱分享，满足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咱读这节的圣经，互咱看见这节是规本圣经内底一支足要紧的锁匙，咱家插入去拍开了，一个掀开了，咱发现讲哇，原来上帝整个的救恩就是伫遐有上帝的呼召，伫遐有上帝的祝福，上帝引带带领甲应允，互咱看见上帝时刻甲咱三个伫地，毋是咱去找上帝，是上帝来找咱。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时，上帝讲：亚当啊，你伫倒位？上帝咧找亚当，毋望伊搁倒转来甲上帝的迄个关系建立。伫遐，互咱看见上帝的救恩，伫即个亚伯拉罕的身上，伫遐看见上帝的祝福临到伫亚伯拉罕，毋望伊领受祝福了后，会通伫迄个生命的过程中体验甲上帝相同行，得到上帝的恩典祝福，来体验迄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伫遐领受了后，搁去分享。所以即个拍开即个圣经，就是真要紧的锁匙。伫创世纪12章1节到第3节，伫遐上帝特别呼召亚伯拉罕，互伊使命，就是使用上帝所予伊的丰盛的性命来回应上帝的召命。使命是啥物？真清楚，就是讲回应上帝的召命，伫遐来分享上帝予咱即个丰盛的性命。所以主耶稣伫约翰10章10节讲：我来，出来就是要偷、要杀、要灭无。我来要互恁有活，有丰盛。今日世间人，足侪人拢有咧活，但是迄个生命有真侪孤单，真侪夭折，因需要上帝话来互因得到丰盛。所以伫圣经中有真侪人的性命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特别亚伯拉罕，咱称伊做信仰的老爸，咱的信仰之父，伊一生的信仰的过程中，值得咱学习伊安怎信靠上帝，甚至要将伊的囝以撒献予上帝。伫遐，上帝为着伊陪伴，伊深深来体验讲，伫迄个信靠的过程中，体验上帝的恩典祝福。伫咧领受的过程中，伊知影伊的使命、伊的责任是啥物，就是去分享。今仔有侪人拢有咧领受，侪
求平安、求祝福。咱台湾的庙吼，的庙事潮了全世界密度上悬的。台湾的经济遮尔丰富，亚洲的4小龙排第一嘞。但钱讲阴骹目，若搁阴起来阴到遮就袂喘气啊。所以大家拢咧为着趁钱，为着得到小便宜，伫遐拼生拼死，但是拢袂记咧讲，人的生命活的意义在倒位，就是爱会晓分享。我会记咧国校互我印象真深刻的，就是我读到迄个福气的福，我想讲我足有学问啊，今去走去隔壁我送吼，伊看讲你的福卡搭毋对，搭颠倒边，我就摕课本去互伊看，讲送你的福搭毋对呢，我当读到即个福吼，就爱安尼。伊讲戆囡仔恁老师教毋对，若照恁的课本安尼，照老师安尼教吼，即个福搭倒过来吼，福气拢走去别人兜去啊，我福气搭倒边，福道，福气走来阮兜，后壁伊无记，就是今仔咱台湾的社会，本事拢走去别人兜，咱看起讲，毋卖咱拢淡掉，卖咱拢得，但是得到尾啊。咱迄个福若无分享，咱的性命就孤单，就萎缩，性命就无法度丰盛。所以耶稣讲，贼来要偷要杀要灭无。迄个约翰10章10，迄个，这就是台湾社会世界即摆经济发展的情形，拢想尽办法要去得到，得到尾啊，就是灭无。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让咱有活，佮有丰盛。迄个活佮丰盛就是。互咱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会通去分享。以色列有2个海，一个我伫以色列3个月进修的中间因2个，其实一个是加利利湖啦吼，迄个应该是湖，但是称作加利利湖。伫迄个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伫迄个湖边讲8福，讲侪信仰的道理。伫迄个我去。湖中可能咱有人去迄个加利利海，伫遐爱食一个叫做彼得鱼，迄就是耶稣迄阵掠的做鱼。伫遐约旦河的水有流入，佮流出，哇！即个加利利海内底生命足丰盛，耶稣有足侪譬如伫迄个加利利海的四周围伫遐来分享。迄个彼得鱼就咱的南洋节啦，你若甲号做彼得鱼会较好食。迄就是咱睇起来亲像迄个南洋节啦。但是另外一个，即个约旦河的水继续流到伫迄个死海。咱若捌去死海，我袂晓游泳，但是倒伫遐翕起来，哪像足够游泳，因为迄拢有流入，拢无流出，有得到无分享。即个是一般的宗教，有入无出，就是死的。所以咱的教会，咱的生命。咱会领受上帝祝福恩典满满，咱会晓感恩来回应上帝的听。迄个回应就是咱的使命。要安怎上帝互咱的迄个丰盛的使命，就是主要所讲，我互恁有活，佮有丰盛。即个丰盛的使命有领受了后，你会去分享，即个就是祝福。所以死海有流入，到遐停咧，无流出，就变死，袂活。迄个生命就慢慢孤单。加利利海、加利利湖有入，佮有出，就是咱的生命有领受。亲像后壁来喊讲，伊领受上帝祝福，伊迄领受的过程中，怎样朋友伊甲上帝迄个关系，迄个关系内底有建立，讲对上帝听的领受，对上帝听的迄个回应。所以迄个领受了后，就是咱的十字架咧讲。咱甲上帝的关系，还就是人甲人的关系。耶稣来就是互咱建立迄个，互迄个关系建立，就咧回应后壁来喊即个呼召，互咱搁一摆，倒转来到上帝身边来领受伊的祝福。伫遐咱礼拜日伫讲平安的时阵，即个平安毋是真简单讲有平安，是shalom，即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必然互咱深深体验讲，伊甲上帝建立迄个真密切的关系。即个关系就是讲人甲上帝的关系。即个关系若破坏
就是罪。后壁咱互咱清楚，咱甲上帝建立的关系，伫遐就是领受祝福、分享祝福。即个欢喜关系是讲，伊甲人的关系，像亚当甲夏娃，本来圣经咧用描写讲赤身裸体拢袂惊吓，但是到尾犯罪了后，变讲无法度真坦诚，人甲人无法度坦诚来互相交往，互相做伙。伫遐变做有罪时，咱拢会互相会惊，会担会去讲防止歹人即个人毋知好诶歹诶，咱会惊，即个关系就破坏。人甲万物诶关系嘛因为安尼来破坏。你看见讲，咱即摆诶土石流啦，一寡风灾、水灾，拢总是人甲万物诶破坏。甚至最近一寡自杀诶人是安怎呢？看影足有名诶影星，足有名诶歌星会去自杀，钱趁遐济，名佫遐出名，到尾自杀，就是伊甲家己诶关系全失落去。真侪人忧郁症，迄就是关系破坏。所以人甲上帝诶关系，人甲人诶关系，人甲万物诶关系，人甲家己诶关系，迄个关系建立了后，就是社拢，就是平安，就是必然所领受迄个祝福，然后。即个祝福领受了后，咱就是去分享。伫分享的过程中，你会通深深来体验讲，上帝互咱的迄个福气、丰盛的性命。迄个丰盛的性命，人毋若要活够丰盛，所以丰盛的性命就是分享。伫分享的过程中，你的性命慢慢搁得到祝福，得到愈分享愈喜乐，愈分享，你的性命愈感觉讲我会。有足济的欠缺，我需要甲上帝祈祷，上帝就赐福互你。所以伫教会中间我伫过去牧会时，我有请会友讲你来分享。逐礼拜拢有一个家庭伫遮，那中级事会是讲书献交胎即个家庭嘛，甲咱中级做伙伫遐参与即个事奉。所以每一个会友拢爱参与伫教会事奉。咱毋是干那来做礼拜若定，听道理若定，咱是参与伫即个整个敬拜，领受上帝祝福，然后去分享祝福。所以我的兄弟姊妹来思考，一礼拜中间你有至少有3项你要对上帝感恩的，有无？咱的感恩较济，是埋怨较济？你来思考即个问题讲。你若逐日感恩愈济，你甲上帝关系愈亲近，家庭的关系愈喜乐，人甲人的关系愈足济，充满足济稳定感谢。总是你若埋怨较济时，咱甲上帝关系就愈来愈远，人甲人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做关系就破坏，这就是人的罪。所以我就请逐礼拜有一个家庭伫遮起来。一个代表起来分享讲，阮即礼拜要甲上帝感谢的至少有3种。讲3分钟以来刚开始的时讲，牧师3分钟伤久吼，1分钟就好，我就讲1分钟。话讲我若伫麦克风头前拢会皮出来，所以我毋敢讲。我讲无要紧，你讲互牧师听，牧师替你讲。等我讲一半时讲，牧师我来讲，这是我的经验伊本身的体验后来，因为甲咱教会烧上有2场的礼拜，3分钟煞愈讲愈济感谢，我会讲好3分钟已经够后壁有礼拜，伊讲圣神感动，毋好主动，所以后来我无法度主动我就会友去分享伊的丰盛生命的见证，安怎去关心人，安怎去传福音我伫讲道的进前，互会友分享。伊要讲较久拢无要紧，有要讲20分，我讲道讲5分钟。结果到年底，我问讲，牧师讲什么？顶礼拜会记哩，搁顶礼拜记一撮，搁记哩拢袂记哩。但是会友分享的，大家拢记掉，因为这是本身的经历、本身的见证、本身的领受、本身的得到的祝福，安怎分享？生命体验就是伫这个分享的过程中，你的生命一直成长，你的感恩
愈来愈济，你甲上帝关系建立愈来愈深。愿咱每一个兄弟，咱的性命得到丰盛，得到上帝祝福，也得到侪侪分享见证，咱三甲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赐福上帝，阮侪侪时阵领受侪侪祝福恩典，阮来算，阮是来算袂了。上帝，阮只有用感恩、用分享、用见证、用释放、用喜乐来献上阮的感谢。愿你赐福阮每一人，拢有丰盛的性命，得到主你大大的祝福，分享侪侪恩典，伫阮四周的人的身上，以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予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因。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创世纪12章第3节。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予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因。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创世纪12章第3节。三个个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02首，402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赖玉凡执事、詹慧执事、吴慧芳执事、廖敏树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98页消息报告。第3点，今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特别派张德谦牧师来讲道请安，多谢张牧师，请兄姐关心奉献。第4点，宣教组甲三毛尼牧区定3月27拜六上午10点到下晡4点要举行大故事小人物工作坊，适合老师甲家长参加，大人费用300块。要参加的，请向詹庆林长老、王淑维长老、廖穗芬执事还是詹慧执事来报名。第6点，4月4号拜礼拜。松山车站前活动有义卖，是为着社团法人希望共好发展协会来的需要来义卖，欢迎兄姐捐出咱处理全新的物品，要全新的要捐的请伫3月28礼拜9号杨义香长老也是干事。牧区消息。少年团契定3月24拜3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蔡淑芬长老分享，请客友参加。中昼顿了后有左右的活动。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周间聚会甲后礼拜成功受访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互咱的教会真欢喜，上帝互咱有机会会当伫4月初4礼拜，就是咱的国外节，咱会当伫车头来借着迄个圆形广场伫遐办一个活动。通常伊即种场地无借互教会团体，因为因惊咱会宣告。总是咱是用一个儿童节活动，咱来做安尼一个包装。所以迄天咱有几个摊位，咱嘛有表演，才会敬拜俄罗团的演唱，也是咱儿童囡仔的迄个戏剧的演出。所以咱伫迄天嘛有摊位，所以即个活动咱请穗芬执事来甲咱报告嘛望咱兄弟会当为即个活动来祈祷，并且来赞助也是来参与。好，多谢牧师咱4月初4咱有即个兔子彩蛋大复活看起来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氛围这个名牧师好的啦牧师就有创意的咱这活动的目的咱就是要利用复活节这个代志甲大家传扬这样的好消息毋过就是讲迄个场地袂使有迄福音的概念去做宣教的事情所以咱就用这个儿童节的名目来遐互人感受到咱教会帮助这弱势团体的这个情形所以咱伫遐都有真侪的活动咱的活动内底就会使将咱听厝边隔壁这样的心伫遐传递出去咱节目的规划歹势我目睭无好。咱的时间是为1点开始到5点毋过咱因为有准备的代志爱进行所以咱11点开始都有一寡工作人员会入去进行到5点为止了后是撤场的时间所以咱就伫松山火车头要入去车头边有一个圆顶广场遐圆顶广场真大毋过咱爱小心咱去遐
若是有电梯啦，还是有门的所在吼，我们要留通道给过路的行人行吼，所以咱毋好去将迄通道甲盖住。毋过边仔佫真快的所在，咱会使伫遐办活动吼。所以是咱教会主办吼，咱各个事工组吼，就是同心协力来做这项代志吼，所以咱教会全部拢会出动了啦吼。所以咱伫准备的过程吼，如果你嘛无伫这准备的过程内底吼无闲吼，咱迄天4月初4下晡吼，咱一定爱将时间留落来，咱来去遐吼，甲大家支持吼，甲工作人员支持吼，看者咱协办的单位吼，希望共好协会的囡仔甲家长，还是让人食堂嘛，拢会是伫遐吼，所以咱伫遐代表咱对伊的关心吼，一个吼，伊有一个舞台，佫有一个5个摊位吼，迄个舞台顶头会轮番吼，半点钟做一个单位吼，有无共款的节目伫遐会来表演吼，有甲老师甲敬拜赞美团会唱歌吼，那有儿童组的戏剧吼，佫有希望更好协会的囡仔甲家长做伙吼，会遐伫遐唱歌跳舞所以。半点钟吼，无共款的节目会伫遐轮番上演吼。摊位的部分吼，阮有一个吼是折气球吼。咱教会社青足赞的吼，伊已经吼咧练习安怎折气球吼。所以咱会使伫遐一边讲故事一边吼过往的囡仔甲大人吼摕气球吼。第二个摊位是一个彩绘蛋吼，互因来画迄卵吼，看因会使画吼，咱嘛会使做一个画图的比赛吼，了后会使请因来教会领奖吼，安尼伊就会使进入咱的教会吼。第三就是让人食堂的鲤鱼烧吼，因后伫遐参观咱舞台的表演，还是伫遐摊位有甲咱吼光顾吼，所以咱就会使互伊一个点券吼，伊会使来免钱来摕即个鲤鱼烧吼。过来就是二手新物大复活吼，是讲二手是爱弄新的啦吼，而且这吼物件吼毋好，咱剩一礼拜尔吼，后礼拜一定爱早来吼。咱厝的新的无用过，没有写不是赠送品的 logo 吼，就是你若去百货公司摕迄赠送品的 logo 就无好吼，因为咱是要卖钱吼，要奉献给迄那个。希望更好协会吼万一若有人去举发讲你这无钱摕到的时候，那你爱卖有钱的吼咱就吃不完兜着走，就真麻烦啦所以咱摕厝的新的无用过的吼嘛莫伤大，你新的冰箱就莫摕来啦我今日若要关冰箱嘛是会使。干你教会感谢主，咱拢收吼。折线嘛会使啦吼。因为咱11点开始，就1楼的椅仔啦、桌仔啦，咱爱家己搬去。咱这二手的新的物件嘛是拢爱家己搬去吼。若伤大吼，咱爱阁叫货车来搬吼，实在是无方便啦吼。所以尽量吼希望咱后礼拜大家拢会使记得吼摕厝的新的来，咱要做义卖吼。过来就是希望更好，因有做迄手作还是画图吼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创作品吼，因为伫遐。嘛是做展示甲义卖安尼吼，这就是拜时吼，小青已经学得一技之长吼，以后也可以做这个街头艺人吼，底下那个气球，那这个就是场地圆形广场的部分我们都在一个旁边的那些柱子，我们会围着那个圆圈的柱子在那边摆摊位这样子那所以4月4号就是一个。复活节的大日子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空下来，早上来做礼拜然后下午我们有时间到那边去走走这样子弟兄。好，多谢。咱嘛望讲，咱会当做伙来去迄个广场咱来支持咱安尼一个活动。咱后礼拜开始就进入中秋主日，进入咱的受难周，咱嘛会当来注意咱周报顶面的这活动、这个聚会，咱做伙来参加。搁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因为对即个疫情开始，咱进入即个宗教的场地，进入教会其实咱拢爱做实名制，但是咱即马是有点名，毋过为着要做搁较胶全的咱
伫后礼拜开始会开始试用咱的悠游卡、咱的敬老卡、咱的健保卡，咱入来教会时，咱会当将这物件摕来刷卡吼，建立一个讲咱真正讲即个人有够吼，伊的安尼这资料，咱嘛望讲对呾以后会当建立吼咱会友的真好的安尼一个资料，所以望讲咱兄弟姊妹，咱后礼拜来教会会当带咱的健保卡、敬老卡、悠游卡吼，你会当选择吼，摕一张卡。会当做伙，后来咱开始来建立咱的安尼会友的会员的系统。好，咱嘛真欢喜，就是咱有一位姊妹，蔡珠姊妹，互咱伫台岛名单顶面有看见，吼，伊是咱的会友张秀芬的妈妈，伊伫顶礼拜四，互我甲义乡长老去到高雄的长庚病院，来为着伊伫病床来领洗礼，互咱嘛恳求主继续来看顾，互咱即是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为着蔡珠姐、民主姐、水明兄、邓妈妈、龚基姐、陈其雄长老、庆和兄、春文兄、素梅姐、怡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明理姐、阿淑姐、谢仁兄、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娟老师、嘉豪姐，因的身躯来祈祷。咱嘛为着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咱嘛为着即间学院、即间新学院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主会当备办。咱嘛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咱真实际的处境就是咱的中南部欠水，咱恳求主的怜悯会当降落雨水，嘛为着咱全世界要伫受到疫情真影响真大的这个国家来祈祷，互咱开喙为着咱所关怀的这个世界来祈祷。主安感谢你，今仔透过创世纪这段经文，搁一摆来激励阮着爱真做是一个会当祝福别人的人。阮毋若是领受恩典，主阮也知影你通过阮，也要将你的祝福带到阮四周围的人的中间。主，所以阮恳求你使用阮，当阮行出教会，阮就是一个将上帝福音福气来带领互四周围的人。恳求主使用。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感谢主，互蔡珠姊妹会当来领洗礼，成做你的囝儿，恳求你继续来看顾伊的身躯甲伊的灵魂。阮嘛为着真济伫厝里疗养的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互因会当受到医治，也伫病痛的中间，互因拢每一日拢会当体会到上帝你奇妙的恩典。阮也为着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来祈祷，恳求主会当帮助因带即间新学院，会当造就搁较侪你要使用的工人，也保守感动搁较侪兄弟姊妹，互因有感动来为着即间学院来关心、来奉献、来祈祷。阮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恳求主来帮助怜悯阮。虽然阮真济的同胞是拜偶像的，总是主，阮相信你的疼，要是疼遮的人。主，所以阮恳求主你怜悯，帮助阮，互遮的同胞有机会会当悔改认罪，会当来认捌你。阮也为着台湾中南部的欠水，阮真正来祈祷。主，恳求你的怜悯，赦免阮的罪，互阮会当无论是土地，也是阮的工业、人民生活用水，拢无欠缺。恳求主你的怜悯，阮也为着世界来祈祷。主，阮伫世界也有真济国家伫疫情真严重的情况，主恳求你会赦免怜悯，也帮助有互遮的医学人员、科学家，因会当想出搁较好的办法，会当来帮助阮。主也为着世界有天灾人祸的遮个国家来祈祷，恳求主你来看顾，无论是缅甸的遮个政变，也是日本的地震，也是真济所在受到遮个天灾人祸影响的所在。主，阮恳求主，你出你的圣手，会当来阻止，会当来扶持。主也帮助阮，拢会当不断用祈祷来互相来扶持。主，阮感谢你，恳求主你使用阮，会行出教会了后，阮的确会当真做是一个传福音的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99首，圣诗399首，因时后请达摩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